宝前来请候，我带有喜信前来，我献上喜信登报。相信民间传说喜神原是拜北斗星神，皆一位虔诚女子。修道成仙了后，北斗星君来询问伊所求，女子以手面口，俏丽不答。北斗星君无以为伊不祈求爱有喙手，女子就属于为难迷心，因为伊笑的时阵常常喜气洋洋，以奉为喜神。将主喜神专属喜庆，伊也就是喜神的由来。喜神并开众三元，根本地名该皆传，无可一假人称现，天耀文味名仙。以前献公会，月中但归类，清点上元龙，一笔点相开。啊！一笔点相开，气了个！先带有活宝前来请我，我带有唐姑前来，我不献上唐姑招我。正道道场三台对调是要很有人在旁边照顾你的。马高卡耶现仙境，手臂从海化松莲，传说马高在高一山修道成仙。东汉之时，马哥来当伊串经家中，至今马哥是一个17、8岁的水姑娘。马哥伊直咧讲，我亲目睭来看到东海3摆变为双岩。无偌久以前，我又去到一座蓬莱，这个所在的主，比当时召开本身大会时阵少一半。我想无偌久，来变成玉家吧。这就是沧海双岩，海中用尽的由来。王者牛娘叫马哥护身米食宴，马哥带上米酒，为王者牛娘祝寿贺礼，这就是马哥的由来。用这各位马哥属下庆祝节，窈窕体态好模样，一将不落两仙境，好道是不言连月寿。中将随体万天堂，请众千秋汉于天长。
新东国中也要开补习班了。新东国中了，再往西边的新国高中了。哦，新国中，哎，绕境还是要到新国高中的东边那条路呢？那条路就是要回到龙胜宫了，要回到龙胜宫的路，往北边绕，然后可能到长荣路，然后又往新国高中东边那条路，经过新东国中，这里叫新东国中了。你看远远的看去，西边就是绕境队伍了。绕境队伍可能要回龙胜宫了，10点半以后了。在新东国中了，正前方木麻黄比较少见哦。那里开元路了，从那个北路平交道那边向西出来，然后往北。正前方看到的是东营将军啊，东西南北营5营东营将军。哎，绕境可能要绕到王公庙同济宫哦。正前方看到了没有？前方看到了绕境队伍。往西走呢，可能要到王公庙啊，同济宫啊。它地名叫王公庙庄，然后庙叫同济宫。怎么听到声音这么大？哦，原来太暗还可以开闪光灯啊！太吵也可以关闭麦克风了。哦，原来直播有这么多功能。正前方呢，西方远处呢，就是绕境队伍了。从长安路，然后经新国高中东边，然后往西要到同济宫了，王公庙同济宫了。可以站铁吗？有没有办法站铁？到王公庙同济宫那边，还可以有不同颜色，光晕闪连少前环，鲜明脸红光束一般，还有特效，功能真多啊！